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晚上9點。新城財經台新聞報道。現在有訪華報道呢一節新聞。本港天氣喺下晝轉差，天文台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去到下晝4點35分取消。而喺下晝3點20分左右，大埔有冰雹報告。一道冷鋒橫過廣東沿岸，本港受到冷鋒前緣嘅大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影響，下晝多處地區錄得大約20毫米雨量，大埔落冰雹。而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初時會有幾陣驟雨同雷暴，而夜晚嘅氣溫會下降。而喺惡劣天氣期間，天水圍天水村瑞龍樓喺下晝大約3點，一艘喺半空嘅吊船喺狂風中搖擺傾側，吊船上工作嘅3名工人呼救，消防員接報到場將佢哋救返落地面，3個人都冇受傷。外送平台 Deliveroo 戶戶送宣布撤出香港市場，運作到下個月7號，將出售部分資產俾另一個平台 Foodpanda， 同埋結束其他業務。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話，至今接獲12宗相關投訴，涉及金額大約5000蚊，最高嘅一宗涉及大約600蚊，主要係涉及點樣處理預購嘅套票。黃鳳嫻喺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雖然戶戶送付費會員轉到 Foodpanda 可以獲得半年免費會籍，但係同時擁有戶戶送同埋 Foodpanda 嘅賬戶，擔心未能夠獲得優惠，以及有消費者唔願意被轉去 Foodpanda， 希望戶戶送退回會費。另外，戶戶送用戶被轉到 Foodpanda 喺獲半年免費會籍之後會自動續約。黃鳳嫻認為平台應該容許消費者選擇係咪續會，消委會正係同 Foodpanda 溝通跟進。政府調整2蚊優惠計劃，被問到調整方案係咪應該只限60至64歲嘅組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出席一項活動之後表示，計劃原意係希望鼓勵長者多出外參與活動，應該一視同仁。孫玉菡表示，65歲以上受惠人士一般獲交通營運商提供優惠，政府補貼比例較少，假設受惠人士乘車嘅習慣不變，估計一個年度可以節省6億8千萬，佔估算開支超過1成。喺新安排下，受惠人士會有更大誘因選擇車費較平嘅車程，節省開支，同時改善長車短搭嘅問題。警方拉咗2兄弟，當中一個人係銀行職員，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以及洗黑錢，涉款超過260萬。警方喺上個月中旬接獲銀行報案，話有職員騙取79歲受害人嘅信任，獲得網上銀行用戶資料同埋密碼，喺近1年內多次盜取戶口存款轉往親友帳戶，包括利用兄長嘅戶口清洗過百萬騙款。受害人嘅仔發現之後向銀行查詢，警方前日同埋尋日拘捕涉案嘅29歲銀行男職員同埋佢33歲嘅兄長，2人正被扣留調查。警方呼籲市民多啲留意身邊長者嘅銀行帳戶使用習慣，提醒長者唔好隨便透露密碼。解放軍南部戰區海軍一架戰鬥機喺訓練嘅時候失事，喺海南省墜毀，飛行員成功跳傘，地面上冇人受傷。事發喺下晝1點半左右，墜毀地點位於海南省臨高縣加來鎮附近一處空地。有附近居民影到戰鬥機墜毀過程，機身幾乎係垂直墜落地面，並且隨即爆炸起火。南部戰區海軍正展開善後處置，事故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核實。
英國首相施紀賢同歐盟、加拿大等25個國家領導人召開視像會議，呼籲各國對俄羅斯施加更大壓力，支持烏克蘭。施紀賢喺會議上話，俄羅斯總統普京遲早必須坐到談判桌之前，認真討論俄烏問題。各國必須做好準備，喺資金同埋軍事上繼續協助烏克蘭加強防禦。佢又話，普京正係試圖拖延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停火30日嘅方案，並非認真達成和平。強調如果普京真係想要和平，必須停止攻擊烏克蘭，並且同意停火。呢一節新聞報道完。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理財，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理財，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財經台，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今晚氣溫下降。聽日早晚清涼，最低氣溫大約15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聽日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早上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中後期大致天晴同乾燥。而現時嘅氣溫係21度，相對濕度91%。喂，啱啱傳緊個短信俾你，我揸緊車過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馬路唔係俾你睇電話信息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打機嘅地方。司機駕駛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司機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長江實業集團大灣區大型準現樓住宅項目龍柏，位於深圳都市圈濱海地段，盡享5站3岸便利，免費穿梭巴士往返蓮塘口岸，港人置業首選，精選單位僅售40餘萬人民幣起，月供只需約15蚊人民幣起，香港買家更可享置業優惠高達13萬人民幣。龍柏睇樓團逢星期6日出發，查詢93666208。有關項目詳情、售價及優惠等，請向發展商查詢。牌照號碼351522。呢一首歌係關於喜歡一個人嘅故事，但係呢一段關係可能冇被彼此好好把握，甚至根本大家都冇勇氣開始，就已經結束啦。聽住呢一首歌，大家都會諗，如果真係可以回到過去，我會想做啲乜嘢去彌補呢？對於當時嘅自己感到特別自責，甚至會討厭當時嘅自己。原來今日嘅我唔會再嘗試去諗要改變過去嘅自己，反而希望喺下一段感情出現嘅時候，會更加珍惜另一半。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財經台，星期六中午12至1，我係程尋記嘅程海欣，程主播。程尋記，程海欣。要令一個品牌大受歡迎，要花幾多心血呢？逢星期日晚上11點到11點半，新城財經台品牌成功路，有我小麥麥卓華同陳心怡，每集請嚟市場學嘅專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話事人，傳授市場策略，探討品牌成功之道。日常生活忙碌，冇時間學新知識。終身學習其實唔難，有心向學，食住 lunch 都可以學到嘢。新城學院由理財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溝通技巧。逢星期1至5下晝1點到2點，自動為你嘅生活增值。新城學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資訊台準時開課。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每天愛你多一點。讓我發現生命有幾好。我哋
哋曾經咧接受過咧李嘉誠嘅基金咧就送咗啦我哋咧每一個病人一支藥，即係我覺得我哋有呢個會嘅時候咧，可能有人知道有我哋嘅存在咧，有啲有心人可以幫到我哋咯。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從中醫角度關注都市健康問題，龍本方特約中醫藥透視。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守護健康身體，啟動心靈智慧。健康地球人，劉遠芬、梁秋容。當然啦，其實呢個時間呢，同阿秋容醫師咧，我一齊傾偈咧，都會講一啲中醫去處理身體唔舒服嘅問題。但係我哋講到某啲病，例如中風咁，嗰個即係康復嘅過程裏邊呢，中醫嘅介入真係好重要，好重要。咁啊，我記得上個禮拜講胃炎又係啦，我哋講話有時有啲嘢冇錯，可能你食粒西藥又好似即時舒緩咗，咁但可唔可以長期都對自己好啲，唔可以下下都用西藥去搞掂佢，可唔可以根本治療呢？咁原來都係中醫嘅強項嚟嘅，冇錯，治標啊嘛，我哋講治本啊嘛。咁西藥治標好快嘅，咁但係其實我諗大家都真係想治本嘅。咁啊，尤其是上個禮拜講嘅慢性胃炎啦，中醫去針對一啲嘅脾胃嘅疾病咧，去治本咧，真係一個強項嚟嘅。咁頭先我講嘅，好似話如果係啲中風之後，咁當然第一時間我哋一定係揾西醫急救啦，係咪處理嗰啲生命危險啊嗰樣嘢？但係因為佢個傷害係喺後續裏邊，咁我見到中醫嘅介入好多。今日我哋講呢個問題咧，我覺得都係嘅。可能我哋第一下我哋會諗，哇，點解會變成咁嘅？快啲去睇西醫啦咁。但我見到唔少朋友咧，後續嘅治療咧喺中醫嗰個支援方面咧就好重要咯。係噶，同埋咧呢個嘅病咧，我哋講緊中醫，尤其是喺針灸方面咧，即係去處理呢個病咧，其實見效係好快嘅。我諗好多病人，如果尤其是有試過呢個疾病嘅病人都試過針灸完之後咧，每一次都見到啲進步，慢慢就甚至乎可以完全康復添。咁啊，講緊咩疾病咧？咁其實今日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講面癱呢個嘅問題嘅。咁啊喺直播室裏面呢，請嚟謙一堂中醫診所嘅陳曉岳中醫師，陳醫師你好。你好，陳醫師，大家好。咁啊，請你先講下咩係面癱先好唔好？好，咁我哋今日講嘅面癱呢，就係講緊係周圍性嘅面癱，係以面部嘅問題為主嘅。咁面癱係乜嘢呢？其實面癱呢，就係一啲面神經受到病毒感染啦，我哋又可以叫佢做面神經麻痹。咁患者呢，喺發病之前呢，會感到好疲累嘅，係啦。咁可能一邊面呢，有少少緊緊地，咁條脷呢，又開始有啲味覺喪失嘅。咁發病嘅時候呢，就會係一邊面就會冇力啦，會係鬆弛咗啦，即係好似墮咗落去咁，墮咗落去咁樣嘅，好控制唔到嘅，嗰個額頭又抬唔起，眼又完全合唔埋咁樣，咁笑又笑唔到，咁甚至乎嘴又合唔埋啦，露出咗少少牙齒，咁會少少流口水咁樣，即係好似有嘴角，其實我哋有個嘅字眼叫歪斜咁樣，冇錯啦，係啦，咁樣主要呢個症狀係咁樣，咁甚至乎食飯嘅時候咧，佢可能因為嗰邊嘅肌肉冇力咧，就留咗一啲飯餸喺嗰個面頰裏邊，都幾厲氣嘅。係，因為聽到呢啲咁樣嘅症狀咧，就已經好得人驚噶啦。第一個感覺就會唔會中風咧咁樣？咁我哋講緊話，即係呢個面癱啦，其實係咪同中風係兩樣嘢嚟噶？佢嘅成因又會係點咧？我哋今日講嘅面癱呢，就係周圍性面癱啦，咁就同中風嗰個中樞性面癱呢係兩樣嘢嚟嘅。咁我哋就係集中講翻面嗰個問題啦。咁我哋理解嘅嗰個面癱呢，其實一年四季呢都可以發作嘅，就係冬天凍嘅時候就特別明顯，又或者係天氣變化乍暖還寒，即係溫差大嘅時候。而家係呢啲咁嘅階段咯，係啦，冇錯，即係好似喺度轉季咁樣啊，係咪啊？冇錯。咁通常呢啲情況呢就會容易發生。咁但係呢，好得意嘅就係我哋而家呢發現呢，夏天都會多人發生呢件事。點解呢？就係因為呢，我哋夏天個冷氣呢開得好大，咁往往喺室外好熱之後呢，
入翻去個室內又凍喎，咁其實都係營造咗一個溫差大嘅環境俾自己。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大家可以注意，令到室內嗰個溫差，即係嗰個溫度唔好較太低啦嚇。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咧就會面部嗰啲經絡受寒之後咧，引發面癱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有一啲病患咧，可能係因為過度勞累啦，或者感冒之後啦，或者佢大病之後，嗰個面部嘅氣血經絡係唔足夠嘅。咁所以經絡空虛之後咧，又遇上翻頭先我哋講嗰個寒嗰個環境咧，咁就更加容易發病啦。係啦，咁啊再比較特別啲嘅係咧，其實我哋見到臨床咧係有唔少嘅病人咧，佢咧發病之前咧係曾經經過一段比較高壓嘅日子，可能工作啊、學習啊等等啲唔順心啦，諗嘢諗得太多啦，休息又唔好啦，咁呢啲咧都會令到嗰個經絡咧係即係阻滯咗，啲經氣流動得唔好，咁一受寒咧，又係容易發生面癱嘅。OK。咁如果咁樣講呢，即係同嗰個天氣嘅轉變啦、自己嘅體質啦有關係啦，比較大啲。咁會唔會譬如有某啲人係高危嘅呢？即係譬如可能係後生仔女，或者譬如年紀大嘅一啲嘅即係公公婆婆，佢哋係會容易啲發病㗎。冇錯。咁如果係年紀大嘅，即係可能體質比較差啲嘅，咁就真係要注意保暖。如果唔係呢，喺冬天或者係溫差大嘅時候呢，會容易發病。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就係呢，比較工作壓力大。其實或者學習壓力大。咁其實我哋臨床而家見到呢，有啲青少年真係考試之前呢，就發生問題㗎啦。咁就係嗰個精神，即係休息又唔好啦，咁肝氣又唔能夠即係流動啦，係啦，咁就係我頭先所講個情況，咁就一受寒啦，可能開冷氣啊，或者係長期俾風扇吹住啊，咁呢一啲都會容易發生面癱。同埋我想問下，會唔會復發㗎？嗱，面癱呢，我哋所見呢，好少會，但係都見過有人會復發嘅。OK， 係即係左邊面跟住到右邊面咁樣樣啊？係啊，或者係同一邊面都會，大部分係唔會復發，但係我哋都偶然會見到呢啲 case 嘅。我好想問下啦，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啦，有啲病呢，我哋真係個後續喺中醫會做多啲嘅。咁面癱係咪其中一個喺後續上面真係對病人嘅幫助係好重要嘅呢？我相信面癱呢就唔單止淨係後續嘅，我相信喺佢發作嘅時候呢，都已經我哋可以中醫去介入治療噶啦。咁我哋即係可能頭嗰一個禮拜啦，我哋就係叫做急性期啦。咁我哋開始幫佢治療嘅時候呢，就會用一啲小面部啦，我哋會用少啲嘅穴位，淺刺一啲，輕手啲。而呢，我哋手腳呢都會有一啲經絡行到噶嘛。咁嗰啲穴位呢，我哋就可以重手啲，強刺激啲。咁去到過咗一個禮拜，可能過零兩個禮拜嘅時候呢，咁慢慢就可以增加翻面部嘅穴位啦。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有黃金期，咁可能即係一般人見到自己有歪斜，咁唔使講就即刻去咗睇西醫噶啦。咁啱啱我聽阿陳醫師你咁講，即係話當佢即刻發作嘅時候，都可以尋求中醫嗰個治療，唔係一定要睇西醫嘅。冇錯，咁呢個都係病人嘅選擇，可以過嚟我哋度即刻做中醫嘅治療，又或者其實佢可以睇咗西醫食藥，而同時間進行我哋針灸嘅治療都 OK。係，我諗好多病人都係頭先你後者嘅選擇啦，睇咗西醫啦，跟住呢都係唔放心自己塊面，馬上就要揾中醫幫手做針灸。咁啊，大家呢，如果就住呢面癱有任何嘅疑問呢，想同阿陳醫師傾下嘅話呢，可以打電話上嚟登記，電話號碼1834104104。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時間睇火煎藥。而家飲中藥方便快捷，龍本方中藥配方顆粒，唔使煲唔使煎，沖水即溶即飲，仲保留傳統中藥療效。產品更經過重金屬、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殘餘農藥測試，配合先進技術提煉中藥精華，安全可靠，品質保證，至值得信賴嘅中藥品牌，梗係龍本方啦。想變身真文青，大師級講座等緊你。3月26號下晝4點，笑雪齋聯同嶺南大學與你探索中西美學奧秘，以及甲骨文神秘魅力。孫漢明博士拆解中西方藝術點樣形式兼備。伍莉莉女士帶你穿越3000年，玩轉甲骨文背後嘅古人智慧。費用全面，
活動名額有限，報名上笑說齋 Facebook、IG 或打2616-7417做個有深度嘅文青，就係咁簡單。講起沙巴，令你諗起咩？度假、潛水、陽光與海灘，定係而家至熱門嘅買樓投資呢？留意逢星期五下晝3點40分，即時搏擊時段內會有沙巴達人 Alice 聲音導航，帶你認識沙巴，由去沙巴潛水到當地旅遊業發展，仲有沙巴食、買、hea、玩、投資前景以至移民生活，當然唔少得教你點揀具回報潛力嘅物業，等你可以一站式沙巴。冇策略、冇計劃、冇組織，單打獨鬥，本錢又少，你心目中嘅散戶就係咁？做個精明散戶，就算小本投資都可以成為一路奇兵。逢星期1至5下晝5點，我鄺卓毅每日請嚟不同 KOL， 集合各門各派，從小投資者角度出發，分析各個潮流熱炒概念。新城財經台散戶奇兵。智慧相傳，各展所強。第2屆商務經濟產業100強發展大獎，連結灣區9加2城市各優秀企業家以及專業人士，增加業務機會，為本港以至大灣區經濟創造更大市場空間。想俾港澳及灣區商界領袖認識你公司？請即報名第2屆商務經濟產業100強發展大獎，參與呢個覆蓋大灣區嘅跨領域商貿平台，爭取成為10大產業中嘅100大成功企業。詳情上新城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主辦新城財經台，協辦 BNI 香港，內地協作媒體南方財經傳媒體。龍清、思成曹仁超、盡得曹 Sir 趁勢真傳，精於內地 A 股及港股，多年基金管理經驗，對行業研究深耕細作，致力將生活態度融入投資理念。龍清每星期將會同你經歷一場提升人生智慧嘅修行，行願人生路投資筆記，龍清主講，朱子超主持，逢星期3上午10點半，新城財經台 YouTube 頻道視像直播。更多精彩內容，上新城理財家 metrofinanceplus.com.hk 就揾得到。健康地球人，劉遠芬、梁秋容。繼續健康地球人嘅時間，喺直播室裏面呢，有謙一堂中醫診所陳曉岳中醫師今日同我哋講下面癱嘅話題。咁啊，頭先呢，陳醫師都講咗呢，即係喺嗰個即係中醫嘅治療裏面啦，以針灸為主啦。咁大家如果呢就住面癱呢有任何嘅問題啦，或者譬如都有啲困擾，唔知點樣處理好，或者可能搞咗好耐都未搞得掂，咁啊想同阿陳醫師傾下嘅話呢，可以打電話上嚟登記嘅電話號碼1834104，1834104。咁啊，陳醫師啊，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針對面癱啦，可能喺塊面度施針啦，或者手手腳腳都會去做針灸嘅。咁喺成個嘅治療嘅過程裏面呢，會唔會分？譬如咩時間係一個嘅即係黃金嘅治療周期？乜嘢時間呢？即係去到後面係一個康復期？即係會唔會話其實喺嗰個嘅時間呢，馬上做咗中醫嗰個針灸呢，其實對嗰個預後係會有好大嘅幫助嘅呢？冇錯，其實呢，一發病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可以除咗西藥之外呢，可以同時間開始做針灸嘅。咁我哋頭1個禮拜我哋就急性期啦，咁就好似之前所講啦，就會面嘅穴位呢，我哋就會淺刺一啲，輕手一啲，手腳嘅穴位呢，就可以重手啲。而去到1個禮拜至2個禮拜嘅時候呢，咁就慢慢我哋可以面嘅穴位都增加，而慢慢重手一啲嘅。咁基本上其實如果係馬上開始做針灸治療呢，係2個禮拜左右，咁開始會有些少嘅進步嘅。咁整個治療期大概1至3個月啦，都幾長㗎，耐㗎，係啊，都係嗰個進步呢，唔會係每一日嘅。通常我哋叫個病人，你唔好日日望住個鏡咁樣要有耐心嘅，因為即係你日日望住個鏡，自己又唔開心。咁所以我哋話以星期去計嘅進步啦。
係啦，咁大概成個治療嘅過程1至3個月咯。咁如果你話越遲開始做呢，咁就嗰個復原嗰個時間可能會耐咗。咁如果去到幾個月之後呢，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慢性嘅後遺症嘅期間，咁就更加棘手啦。我想問下你咧，即係如果有啲朋友佢哋從來都冇睇中醫嘅，所以一遇到呢啲問題就係睇西醫啦咁樣，佢哋咩都唔做，喺中醫嘅角度，即係唔會嚟針灸啦各樣嘢咁。對於佢嗰個康復嘅時間啦，會唔會拖得更加長呢？咁呢個都係因人而異嘅，係啦。咁有一啲病人係可能體質比較好啲啦，咁佢亦都有機會係可以即係係好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體質唔係咁好啦，而相對嚟講能夠患上面癱嘅體質都應該有一部分嘅人唔係幾好，先會容易受邪啦。咁配合埋我哋中醫嘅針灸嘅治療呢，係會康復得快啲，同埋康復得比較平穩啲。我可唔可以咁樣去問呢？即係無論做中醫好，做西醫嘅治療好，或者係我哋嘅兩者一齊結合啦咁，即係佢做唔做呢啲治療，有一日個面癱都係會好。不過問題個時間你拖得幾長？我可唔可以用咁嘅角度睇嘅？大部分嘅人都會慢慢好轉嘅，但係當然有一小部分嘅人啦，佢即係未必係咁容易康復嘅，尤其是可能係體質比較差啦。年紀比較大啲，咁本來佢已經經絡嘅氣血行得唔順嘅，又或者係佢本身有多種嘅慢性病喺身嘅，咁呢個亦都未必話如果佢唔做其他針灸嘅治療呢，其實有機會係可能會變咗一個慢性嘅即係面癱嗰個後遺症咯。咁例如佢會變咗一啲面肌痙攣咯。咩叫面肌痙攣啊？即係個面嘅肌肉抽下，係啦。又或者個面就真係即係一路咁歪斜落去咯。即係如果係咁講，就真係我哋講斷唔到尾啦，變咗係。咁所以如果係咁樣聽嘅話呢，即係無論佢用唔用西藥都好啦，咁其實佢加入咗中醫嘅治療，某程度上係可以加快佢嘅復原，或者係令到佢嗰個斷尾嗰個嘅機率呢再大大提升嘅，係咪咁樣理解？冇錯嘅，係啦。咁因為針灸其實呢，我哋處理面癱嘅時候呢，可以令到面部嘅局部個血管擴張啦，咁亦都改善血液循環啦。有利翻嗰個炎症水中嘅吸收，而另一方面呢，就可以持續咁樣增強面部肌肉嘅收縮，保持佢嘅彈性咯。咁呢個亦都係十分有利恢復㗎。係，其實我自己好怕針灸㗎，好真心講，注針塊面係咪啊？係啊，即係會唔會好痛㗎咧？做呢啲針灸嘅治療嘅時候，我諗一開始就唔會覺得太痛嘅，咁但係隨住因為佢麻痹咗，冇乜感覺，感覺唔係太大嘅，但係隨住個病人逐漸好轉，佢嗰個感覺嘅敏鋭度係會高咗，咁反而咧就去到後來咧，有唔少人都會話好似痛過最初喎。呢個係好事嚟嘅。係啊，但係你唔痛先係問題咯。其實就係明白，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最緊要係令到佢係有效果啦。咁亦都我哋醫師都會同病人溝通嘅。即係如果佢個耐痛能力係比較低啲，而佢嗰個進展已經幾好啦。咁呢個我哋係可以即係可以再睇下嗰個用酌情處理，冇錯。係咁啊，陳醫師啊，其實咧即係除咗即係針灸之外，咁呢個就即交俾即係主診醫師去負責去做啦。咁病人咧，譬如喺日常生活上面咧，面部啊，有冇啲乜嘢嘅護理係可以幫助佢嘅復原㗎？我諗第一咧就係要避免俾風吹啦，咁所以出街嘅時候咧就戴圍巾啊，戴口罩啊，遮住晒，遮住個面，即係要保暖先啦。咁咧平時咧就可以按摩個面嘅，係啦。咁另外一啲日常生活嘅嘢啦，例如佢譬如刷牙啷口，我建議佢用即係暖水去做啦，唔好凍啦，係啦。咁另外瞓覺嘅時候咧，因為面癱咧佢嗰個眼睛唔係咁容易完全合得埋嘅，咁所以可以濕一啲棉花球。即係再扭翻乾佢啦，然後咧就覆蓋住隻眼瞓覺嘅時候嚇，咁就避免啲灰塵入咗眼啦。或者戴個眼罩，可唔可以？戴眼罩都可以嘅，係啦。好，咁另外就係可以練下嗰個面嘅肌肉啦。咁例如用飲管去飲水啦，又或者食一啲無糖香口膠。咁呢個都照啊，係啦，啜下嗰個肌肉嗰個係咪？係啦，要盡量活動佢。係啦。咁係咯，食嘢方面都係即係以清淡熱食為主啦，咁同埋好一樣嘢就係
要即係盡量休息，唔好太過勞累。因為之前所講，其實有一部分嘅人係因為壓力太大而發生問題嘅，咁所以要尤其是對住呢啲病人啦，即係要同佢哋講要休息啦，同埋放鬆心情咁。OK， 好，咁啊，因為時間即係都係差唔多，想再問落去咧都冇機會，但係你哋可以直接問阿陳醫師嘅吓。咁啊，如果大家又就住面癱啊，或者其實佢係一個面癱嘅患者，都拖咗一段時間啊，想有多啲進度咧，可以尋求中醫嘅諗法嘅。冇錯啊，咁啊聽咗陳醫師講咁多，想揾陳醫師去傾下嘅話都可以嘅。咁啊打電話上嚟登記，電話號碼1834-104-1834-104。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多謝晒陳醫師。OK， 下個禮拜再同阿秋容再傾。好，拜拜。逢星期六晚上9點到9點半，中醫藥透視由龍本方贊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時間睇火煎藥。而家飲中藥方便快捷，龍本方中藥配方顆粒，唔使煲唔使煎，沖水即溶即飲，仲保留傳統中藥療效。產品更經過重金屬、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殘餘農藥測試，配合先進技術提煉中藥精華，安全可